中國傳統建築咧，最重要一個特點就係中軸線嘅一個佈局啦。咁喺呢條中軸線上邊咧，建築就係左右對稱啦。另外一個分為一個台基、屋身同埋屋頂三部分，所以呢個都係中國傳統建築另外一個非常重要嘅特徵啦。咁最尾一個咧就係一個合院式嘅建築啦，佢用合院咧去連接唔同嘅建築同埋呢個連廊啦。呢一種模式，中國傳統建築去到唔同嘅地方咧，就可以形成唔同建築嘅方式。比如話喺香港呢邊咧，就可以見到有啲天井啦咁樣嘅。我知道我哋中國嘅傳統入邊啦，有好多講呢啲天干地支嘅講法，但冇諗到會喺呢啲嘅傳統嘅古建築入邊都會有出現。喺我印象中，我見開嘅古建築可能都係比較舊少少。今次就第一次見到佢嘅木建築，仲有佢其他嘅泥塑啊，一啲嘅雕刻藝術咁樣，等我覺得好意外。冇諗到喺咁耐嘅年代以前，佢哋都已經可以有一個咁高超嘅技術，可以做到一個咁靚嘅產品出嚟。響今次嘅導賞團入邊啦，我覺得啦，講佢嘅建築整體係最印象深刻嘅，就好似梯級點解要係3格而唔係1格？因為3係一個陽數啦，而好似入邊嘅磚點解要係45度角擺而唔係打橫擺呢？因為中國人咧係注重中間，而且屋頂有一條柱啦，咁點解係特別粗呢？就係因為代表住我哋嘅頭啦，係我哋最重要嘅部分。呢啲都係一啲古代建築嘅思考喺入邊啦，而且係有一啲深層嘅意義嘅。呢啲都係我哋可以喺建築風格入邊領略到一啲中國文化嘅元素，令到我覺得哇，原來一個老班料啦，都已經係可以有咁多嘅 idea， 有咁多嘅小思考喺入邊，真係令我大開眼界。